國際培幼會自2018年起推廣守護兒童理念，要守護孩子快樂成長。家庭係重要嘅第一步，面對親子溝通、選校、親子活動、網絡使用、手足相處等育兒挑戰，家長可以點做？守護兒童啟迪未來親子專題系列，1連5集，同你逐一拆解。叩門嘅未知數，報興趣班嘅盲目跟風，加埋升班嘅壓力，令到一個本身係輕鬆嘅暑假，忽然之間充滿競爭嘅。最後一家大細上上下下咧，都變得好焦慮。究竟家長應該用一個咩嘅心態嚟對睇呢件事呢？一齊聽聽陳鳳英醫生嘅建議啊！嗱，陳醫生，我同好多啲嘅小學校長啊，或者幼稚園嘅校長傾過咧，就啲家長即係為咗去入讀佢哋即係心儀嘅學校咧，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啊咁樣。咁啊，出於一種係驚輸嘅心態。其實呢種咩心態嚟嘅？點解會搞成咁樣嘅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嗱，首先我自己覺得家長要諗下，揾學校咧最緊要係得適合嘅啫，冇最好嘅，係有最適合。咁你現時嚟講，可能唔滿意派到嗰間學校，去揾個第二間，你應該嘅諗法咧就係呢間可能冇咁適合。咁但係驚輸咧，輸贏係一個比較嚟嘅。咁我哋可以採取幾樣嘢嘅，一就係我唔喺個遊戲裏邊咯，我直頭唔玩，咁我咪唔會輸咯。咁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呢種係阿 Q 精神喎，係自己都驚輸喎咁樣。但係其實咧，同我哋靜觀嘅諗法好似嘅。個人咧，我哋聚焦翻喺個過程裏邊。但係你話唔得㗎，好多間同我講，我唔比較，比較會揾上頭嘅咁。咁嗰個比較咧，我哋就要諗個人物係邊個啦。咁係同人比啊，定係同自己比？小朋友有冇欣賞過自己，或者有冇自省能力去揾到自己一啲地方做得唔好？咁我下次做好啲。咁呢個比較就唔同啦。咁比較個內容係緊要喎。究竟我比較將來成功與否揾到學校啊，定係我比較過程之中小朋友有冇盡力，有冇嘗試，有冇喺擔心裏邊同你分享，有冇喺過程裏邊我哋一齊享受。咁所以驚輸呢樣嘢呢，如果你有咁嘅諗法呢，其實真係輸咗嘅。輸咗咩呢？輸咗自己心態。輸咗咩呢？輸咗價值觀。輸咗咩呢？輸咗小朋友人生裏邊欣賞唔到自己。咁如果我哋淨係比較結果呢，其實呢應該咁講，成功率好低嘅。即係你如果用真正嘅數字去睇，真正扣到門或者揾到你所謂心儀最好，我驚我一定要贏嗰啲學校呢，成功率好低。咁即係話你呢個價值觀就直接話俾細路仔聽，你失敗嘅機會好高。但係如果喺過程裏邊，我一路都有同你同行，有欣賞嘅，其實你冇失敗過，因為我賺咗好多人生嘅性格強項。咁有少少忠告嘅家長，千萬唔好揾太多嘅學校俾啲小朋友。其實喺我過往嘅臨床經驗，見過好多小朋友係因為咁而產生焦慮，極度焦慮呢，去到任何見到人都唔會講嘢，唔會好似我咁自然嘅，因為佢好驚。咁去到咁樣好驚呢，家長又會覺得，哎呀，嘥咗我一片心機啦。咁喺個期望落差裏邊呢，其實小朋友呢就會覺得自己係失敗。咁呢個失敗係好難起身，因為從來冇睇到自己成功過。咁所以小心家長，如果要比較，揾翻個目標俾咩呢？俾個過程，小朋友自己同自己比較，欣賞佢，同佢一齊同行。咁你話你去再揾，陳醫生冇反對嘅，但係要改變一下個諗法啫。咁陳醫生啊，即係按照你咁樣講啦，即使佢到最尾入唔到最心儀嘅嗰一間啦嚇，但喺過程裡面，可能佢哋建立咗好嘅親子關係啦，或者體現到小朋友嗰種嘅即係勇於嘗試啦嚇，唔怕失敗啊、堅持啊呢啲好嘅特質咧，其實佢都某程度上係成功嘅喎。梗係成功啦，因為其實呢啲特質咧，喺好多長遠嘅研究顯示咧，佢將來喺社會上成功嘅機會率係高啲，並唔係你現時嘅成績。亦唔係你而家有幾多錢，我屋企俾到幾多培育你，而係佢自己本身嘅性格強項，佢能唔能夠堅持啦，有自省能力啦，有動力啦，係正向嘅諗法。咁呢幾樣咧係將來成功嘅最重要嘅因素。嗱，去到即係暑假呢啲位咧，好多家長咧話唔緊張到咧，點都要俾啲嘢即係做下嘅嚇，興趣班啊，做啲作業啊、練習啊咁樣。但係問題嚟啦，個拉鋸就嚟啦，因為小朋友梗係想玩㗎啦，係咪啊？放假，咁我哋點樣處理嗰種嘅拉力咧？你講得好好，就係小朋友好想玩，
家長覺得你浪費時間。咁所以其實就喺管教上面，首先第一件事要理解小朋友嘅發展同年齡有關。佢哋呢個年齡咧玩真係好重要。如果唔係唔需要整咁長個暑假出嚟啦咁所以細路仔其實都好理解暑假嘅定義係做咩嘅喎，就係休息，為咗行最長嘅路啊嘛。咁但係家長就覺得啊，你休息咧，我就覺得你太多空餘時間啦，嘥咗啦。又或者咧，我冇時間陪你，又唔享受嗰種親子感覺，咁就安排得密密麻麻。好老實啦，如果小朋友真係好想做一啲嘢，好想去參與一啲活動，係經過溝通諗出嚟嘅，我完全贊成可以爭取呢段時間。但如果小朋友覺得我真係需要一個好休息嘅時間，需要一個放咗之後呢，我遲啲會再執翻起自己，感覺上好啲嘅，咁我就覺得應該要尊重，因為呢個的而且確係佢哋應該有嘅權利嚟嘅，小朋友應該有。咁但係俾個忠告大家，放暑假成個幾兩個月，咁如果你眼中佢又好 hea， 佢眼中又覺得好舒服嘅時候，其實就應該要堅持一點，就係平日你點嘅生活習慣，放假都係咁嘅生活習慣。譬如你不嬲係早睡早起嘅，放假都係早睡早起。平時不嬲上堂嘅時間呢，自己要用腦啊，生活嘅即係要學習嘅時間，你就安排翻類似嘅嘢。譬如佢中意玩 LEGO 就玩 LEGO， 佢中意一啲靜態活動就靜態活動。但係依然要有你平時嘅運動，依然要有平時嘅休息。咁佢咧就會安排得好好，到放完暑假之後就會 pick up 得好好噶啦。好啦，你話頭先提到即係放完暑假咧，另一個焦慮又嚟啦嚇，因為啲家長知道嗰啲面試嘅高峰期嚟噶啦嘛，咁小朋友就唔知發生咩事，佢哋都會變得好緊張，然後見到爸爸媽媽又好似即係壓力好大嘅時候咧，咁成家都好緊張啦，點搞？嗱，首先咧都係嗰句，究竟有冇需要去做呢件事先？如果香港有大部分嘅學校，其實唔會有人冇書讀嘅，喺香港，所有人都有書讀。不過如果你覺得啊，我考一間比較適合我小朋友嘅，咁你咪去針對嗰一兩間。但係做唔到並唔代表佢失敗喎，係啦，大部分人都未必做到嘅喎，因為個 number 好少嘅。咁但係係咪代表佢就一生人失敗呢？咁我有聽過家長話，佢考唔到呢間學校呢，佢第日揸兜噶啦。咁但係過程裏邊，一生人係咪今日就可以水晶球佢將來呢？究竟你諗嘅有幾多嘢證實係啱呢？你諗嘅有幾多嘢證實係唔啱呢？嗱，呢兩個問題呢，好值得家長留心嘅。因為如果你有證據證明你啱嘅，好似我頭先咁，攞數據出嚟根本都好少人入到。有證據證明你啱嘅、唔啱嘅，咁然後你俾自己即係輕鬆落嚟呢，就唔會影響小朋友。我見過有個案真係行入嚟6歲小朋友，我覺得自己好失敗。點解好失敗？我入唔到呢間，全部都係頂尖名校。咁我想問呢個6歲嘅細路將來點行呢？咁咧喺外國有一個研究咧，就係攞咗一大班人，咁然後咧就話俾媽媽聽，呢一半咧係天才，呢一半咧係普通人，但係其實佢冇做到評估。咁幾十年後就再問呢啲家人，睇下呢啲天才同小朋友嘅分別。原來嗰班話俾佢聽係天才咧，佢真係行到好似天才咁嘅；話到佢聽係普通人咧，佢將來真係行到普通人咁。咁所以我想問，今日嘅6歲，今日嘅12歲，係咪可以睇你一生？需唔需要將呢件事放到咁大？需唔需要咁災難化呢？咁嗱，如果能夠解決自己心理嘅諗法，一定幫到你小朋友。哇！呢一個嘅分享咧，非常有啟發性，絕對值得咧我哋啲家長嚟到去即係仿效同埋參考一下嘅。唔該晒。想了解多啲點樣可以守護兒童，約定你10月2號到4號荃灣愉景新城 D Park， 我哋有守護兒童學校展覽。